48歲女士由丈夫陪同，今日嚟到我哋辦事處，想揾性價比高嘅聽力方案。女士早幾年鼻咽癌要電療，聽力開始下降。上一年，女士鼻咽癌復發，再次接受電療，聽力急速下降。同女士做聽力檢查，結果係左耳中度弱聽，右耳重度弱聽。俾女士試用我哋公司嘅16通道 VKI 專業助聽器。女士戴上後，感覺自己講嘢把聲自己聽返好舒服。女士話外邊嘅助聽器自己把聲放大好多倍，聽到覺得唔舒服。我哋嘅助聽器就冇呢個問題。外出喺繁忙嘅馬路邊時機，我哋公司嘅16通道 VKI 專業助聽器噪音抑制效果非常理想，人聲非常清晰。女士決定馬上購買我哋公司嘅16通道 VKI 專業助聽器。祝願女士在使用我哋嘅助聽器後，聽力得以改善，勇敢面對，戰勝癌魔，生活愉快，身體健康。